小紅今日帶大家嚟到沙田市中心係睇啲咩呢？落咗扶手電梯行落巴士站就睇到個指示牌啦，見到紅巴 2.0， 順手影一影。城巴早前開辦咗580呢條新路線，來往沙田市中心同埋西沙高柏。喺復活節長假期期間，即係4月18號至4月21號，乘客係可以免費乘搭呢一條路線嘅。我相信會吸引到唔少人啊，帶埋佢哋嘅一家大細啊，同埋寵物去西沙灣嗰度行街 shopping 啊、食飯等等。唔好意思，除咗導盲犬之外呢，寵物係唔可以上巴士嘅。現場所見呢，都幾多人排隊等車嘅，而呢架巴士就披上咗路線宣傳廣告。小紅而家就帶住一家大細登上呢架580嘅巴士，電牌就係顯示西沙高柏14鄉。雖然係免費乘車日啦，但係上車一樣係要拍卡嘅。八達通就會顯示0蚊。好啦，而家就準備揾個位坐低先。陳車長準備帶我哋出發去西沙灣。富豪 B8L 我就坐得多啦，但係我個仔應該係第一次坐。我哋上咗車大約4分鐘左右啦。而家個顯示屏就寫住我哋下一個站去到田園角。究竟呢一個站有啲咩特別呢？答案就係冇特別嘅。不過值得留意嘅地方呢，就係田園角呢個巴士站可以轉乘798去將軍澳方向。你哋亦可以選擇喺落車之後向後行，前往麗豪酒店嘅巴士站轉乘79往大埔或者皇后山，亦可以轉乘 B8 往香園圍口岸。過咗田園角，下個站就係江背街休憩花園。平時798呢就唔需要停呢個站嘅，但係682B 就有站。而根據城巴所講，呢條路線喺沙田嘅最後一個站江背街休憩花園，大約只需要8分鐘就可以直達馬鞍山嘅第一個站，即係錦駿苑。可能 B8L 呢款車真係太舒服啦，所以我仔都坐到瞓着覺。話咁快就嚟到錦駿苑啦！如果要去耀安、馬鞍山市中心、利安或者烏溪沙嘅乘客呢，就可以喺呢個站轉乘682。過咗錦駿苑呢個站呢，巴士就會駛上馬鞍山繞道。下一個站呢，就已經去到西沙路啦。巴士站就係樟木頭帝琴灣。而家嚟到馬古南嘅巴士站，之前有巴士迷有提及呢，如果由沙田市中心出發，可以搭九巴299X 嚟到呢個站落車之後行入去西沙。唔知道大家會有啲咩睇法呢？歡迎你哋留言講低你哋嘅意見。話咁快就嚟到西沙高柏㗎，呢個站平時就係581上車嘅地方，但係因為舉辦緊免費乘車日嘅活動，所以呢個站只係俾落客。580、581搬晒入去啊！而家係啊。過咗西沙高柏呢個巴士站之後呢，下個站就係西沙灣公共交通交匯處。我哋即將抵達本路線嘅終點站。我哋見到陳車長都好小心咁樣準備駛入總站啦。現場所見到好多人排隊等580返去沙田市中心。580嘅巴士站喺月台 A， 至於581就喺月台 B。而家就同大家講下580呢條路線嘅用車安排啦。只係可以派12米或者以下長度嘅雙層巴士，但係唔包括雙層電能巴士59100。咁我唔肯定啦，59200係咪又可以行呢？根據公司嘅指引呢，首選就係新式嘅富豪 B8L， 即係車號52131至52138。次選就係其他嘅富豪 B8L， 車號52100至52130。至於第三選擇呢，就係其他12米或者以下長度嘅雙層柴油巴士啦。唔知道各位巴士迷會唔會好期待啦？580呢條新路線用 ADL 嘅車行走呢？頭先同大家講完用車安排啦，而家就講下服務時間。現階段呢條路線只係喺星期六、星期日同公眾假期服務。沙田市中心開10點10分至19點50分。
西沙灣交通交匯處開10:45至20:25。跟住同大家講下車費啦。成人嘅收費全程係8個1，由沙田圍新村往沙田市中心係6個7，將木頭帝琴灣往西沙灣收費係5蚊。使用學生身份個人八達通可以獲得9折嘅優惠。殘疾小童八達通每月第1個星期日拍卡乘車免費，但係唔包括成人殘疾人士。由於呢條路線嘅車資優惠比較多同埋複雜，所以建議大家詳情就參閱城巴 App 就最準確啦。頭先帶大家由西沙灣總站行返出嚟高柏，沿途都見到580、581、582呢3條路線用富豪 B8L 行走。跟住帶大家進入高柏商場嘅範圍啦。究竟今日呢一度有咩活動呢？冇錯啦，今日呢個商場係有 live music 聽嘅，其中一個就係我一直好支持嘅朋友 O3 鐘宇璇。呢個寵物友善商場吸引到唔少人攜帶佢哋嘅寵物一齊嚟呢一度消遣。呢度有好大嘅地方可以俾狗狗散步。除咗寵物公園，仲有攀石場同埋可口可樂嘅打卡景點。而家現場都有啲粉絲喺度聽歌啦、影相同埋拍片嘅。高柏邀請我啦，同埋 Anthony 一齊嚟到演繹咗45分鐘嘅歌曲。希望下一次同一時間或者高柏再喺下一個假期嘅時候都可以喺呢個舞台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咁多位，拜拜。聽完歌不忘要揾歌手朋友同埋 keyboard 手影返張合照。好啦，跟住帶大家行下睇下有啲咩食啦。復活蛋就唔食得嘅。咦，呢一度行過有一間美千拉麵喎，不過都係想試下第二間未食過嘅。呢間叫做 Asian Delights by the Royal Garden， 就一於試下呢間啦。入到嚟第一時間睇下餐廳嘅裝修，唔錯，都幾靚，有東南亞嘅氣氛。嘢食方面，我哋叫咗葱油脆炸蝦餅煎蛋飯、海南雞飯、生熟牛肉金邊粉。上機食先之後就到我哋食嘢啦。好啦，我哋唔客氣啦。可能因為應節嘅關係啦，餐廳就送咗3粒復活蛋朱古力俾我哋。而家同大家講下啲嘢食啦。葱油脆炸蝦餅煎蛋飯，我認為得3塊蝦餅就略嫌少咗啲啦，因為一大碗白飯就未必夠餸。海南雞飯嘅雞肉係全部去晒骨，而且係配油飯嘅，份量亦都正正常常。生熟牛肉金邊粉算係大碗，味道亦都正常，但係我就覺得價錢偏貴啦，128蚊。總括嚟講，我會俾味道3分，環境4分，服務4分，衛生4分，抵食3分。食咗晚餐之後，時間都唔早啦，係時候去搭車返屋企。九巴287嘅上車地點就喺西沙高柏出面嘅，真係冇呃你哋啊！夜晚7點幾呢個遊樂場已經閂咗門。287喺高柏門口上完客之後就會喺呢個迴旋處掉頭，唔會入西沙交通交匯處。呢個時候有架城巴嘅全車新廣告巴士，路線係581，駛離西沙灣總站。而佢嘅目的地係馬鞍山市中心。當我哋行到嚟西沙灣嘅總站已經見到有架580準備開車啦，咁就要行快幾步上車先。今次應該係第一次帶個仔上樓上坐。哇！
回程都係坐富豪 B8L， 可能太舒服啦，所以個仔都瞓咗覺。啱啱過咗樟木頭帝琴灣呢個巴士站，下個站呢就直接去到沙田圍新村。呢個方向呢就唔停咁進遠嘅。從呢個顯示屏就睇到啦，西沙路最後一個站去到沙田嘅第一個站呢，只需要大約9分鐘嘅時間。究竟9分鐘係咪真係可以去到沙田呢？我哋差唔多去到沙田圍新村啦。喺我哋前面就見到有一架城巴嘅52102電牌顯示員工巴士。田園角呢個巴士站你可以轉乘798往火炭，亦可以過對面轉乘往將軍澳。你亦可以行去麗豪酒店嘅巴士站轉乘79去大埔或者皇后山，亦可以轉乘 B8 往香園圍口岸。轉埋呢個彎就到沙田市中心嘅巴士總站啦。原來車程真係好快嘅，由西沙嚟到沙田只係需要20分鐘。巴士落完客之後呢，車長就將架車駛上前啦。我諗佢係停埋一邊巡車。呢個時間可以睇到啦，580嘅尾班車已經開出。52135完成咗呢個車程之後呢，都要撕牌返廠入油收工。鍾意呢條影片嘅，請你記得訂閱、留言、讚好、分享。下一條影片再同大家見面，拜拜。